明觉，你说我的阴铁是邪魔外道，我今天倒要让你这个正义之士看看，我们邪魔外道的力量有多强大！聂宗主，久违了。是你。文宗主面前你也敢撒野！属下无能，还要劳宗主大驾。废物！文旭就是他杀的。现在这艳阳殿外可是一出好戏。梦瑶，你亲手策划的一出戏，你就不想看看？惠公子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要杀进去吗？
回来呀！就凭这么多傀儡，就可知温柔汉到底伤了多少人？蓝湛，你说现在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逃出升天呢？拼！
放下。阿贤，你瘦了。师姐，你也瘦了。这段时间，你究竟去了哪里啊？师姐，无论我去了多远，再也不会走。我答应过你、江城，还有我，一辈子都不会分开。一辈子都不分开。那你再也不要忽然不见，知道吗？再也不会。魏兄，魏兄，魏兄，哎，魏兄，魏兄，我听他们说你回来了，果然是你，你可真是……聂兄，好久不见啊！魏兄，你知不知道你失踪这几个月，大家找你都找疯了，尤其是兰二公子和江兄，他们都……行了行了，话都被你说完了，赶快走。我跟魏兄还没说完呢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哎，魏兄，今天晚上我设宴，请大家吃饭啊。阿贤，我先去备菜，你好好休息。刚回来，不要太累了。宗主，二公子他。宗主，还请节哀。滚！都给我滚！射矢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射向这天上的太阳！江宗主，魏公子得以平安归来，实乃我伐温大军之万幸。来，诸位，我们一起敬魏公子一杯。敬魏兄，敬魏兄，魏公子。
会有险。来，魏兄喝了，那我干了。干，干！哎，魏公子，今日为何没有佩剑啊？不想配罢了。身为世家弟子，佩剑乃是殊荣。姚某知魏公子素来不羁，可是如此减慢，未免有些托大轻浮吧？早就听闻魏公子剑法了得，本来还想趁今日跟魏公子比试比试呢，可没想到连剑都不配，真的不肯赏脸呀。魏兄啊，魏兄，你跟大家讲讲你是怎么杀了温超的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听说，这温超死前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只怕连他亲爹都认不出他了。是啊，我也听说，这魏公子修了奇怪的法术，连符咒都透着邪门。说不定修的是什么下三滥的手段。阿仙，啊，兰儿公子呢？不知。你不是一直与他交好吗？是吗？诸位，现如今我们4大世家联手，我们迟早会灭掉温氏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没错，来，对，灭掉温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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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修习邪道，终归会付出代价。古往今来，无一例外。此道损身，更损心性。怎么提前离席了？你不也提前走了？
我是担心你，你怎么满脸晦气？你觉得呢？是因为蓝忘机吧？自从那次不欢而散，他都对你避而不见了，你为何又来找他讨他嫌呢？可能是我无聊吧。哎，魏无羡，随便都替你找到了，今日为何不配？都说了不想，以后这种大场合不许不带佩剑。县城的没家教的画饼让人抓。走吧，回席吧。江城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这个人，越想逼我干什么事情，我就偏不做，就不佩剑，能奈我何？再说了，我可不想被一群不认识的人拉去比剑切磋。我的剑一出鞘，那是必须见血的，所以谁都别来烦我，干脆不带，一了百了。你以前不是最喜欢修剑法吗？以前那是小孩啊，谁能一辈子是小孩啊？阿仙，我是看门没有关，我才……阿仙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师姐，我没事。这竹笛，我以前从未见你拿过。啊，师姐，师姐，你没事吧？他没伤到你吧？没事。所以，他是认你为主了。啊，偶然识得罢了。那他就是你的一品灵器了。像阿娘的紫殿一样。阿仙，他叫什么？还没有想好。既然是一品灵器，怎么能没有名字呢？你可不能怠慢了他。难不成跟你的剑一样叫做随便吗？那就叫他陈情吧。陈情？嗯，陈情。先生，有些东西横竖是无法度化，何不加以利用？大禹治水一支，色为下策，书为上策。镇压即为色，岂非下策？哼！先生，灵气而气，怨气而气，灵气处于丹符，可以劈山填海，加以利用；这怨气也可以，为何不能加以利用啊？
阿羡，我看今天宴席上你都没怎么吃饭，喝点汤吧。师姐，怎么了？阿羡，你变了。这3个月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师姐，你多虑了。谢谢。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怎么能瞒得住我呢？不过，能回来就好。我们3个人在一起最重要。至于其他的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，好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刚回来，要早点休息。我去给阿成送去。师姐，真的好偏心啊！弄这么多糖给阿成。师姐。这个汤真好喝。谢谢你回来了，真好。
阿姐，你看见魏无羡没有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他不在自己房中吗？今日泽务军归来，赤峰尊吩咐众人前往商议。如今众人都到了，就他一个人没到。这个魏无羡一回来就给我找事儿。好了，都是做家主的人了，做事还这么慌慌张张的。这样，你先去参会，我再带人四处找找。毕竟他刚回来，凡事不要逼得太紧了。也许他只是出去散散心呢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哪有时间去散心呢？在家这么散了就算了，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？阿姐，你又惯着。好了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吧，我去找他啊。虽然我们这次不是军中帐前议事，但是这个魏无羡也有点太猖狂了吧？众人是看在他斩杀温巢的份上，才等了他这么久。赤峰尊，他是斩杀了温巢，可您也斩杀了温煦。就算他魏无羡有功，也不能让这么多人等他这个小子吧？诸位，魏无羡刚刚到清河，重伤出狱。重伤？我怎么没见着他重伤啊？江宗主，您现在是江氏的家主，这个魏婴，按道理也是你的手下。你既然让他来参会，他还有不来的道理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他又瞒着宗主你去干别的事情了？该不会又去练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法术了吧？这是我们江氏的事，与你们金氏无关。行了，此事不要在意。哼！如今温若寒二子已死，犹如双臂已失，正是我们一鼓作气攻破岐山的好时机。胜负在此一役，大家还需齐心协力。赤峰尊所言极是。江宗主，若魏公子今日无法出席的话，那便请江宗主将今日所议之事悉数告知。行了，我们继续议事。跟上！我们要快点！快！磨蹭什么呢？跟上！都给我老实点！别乱动！别动！老实点！你干什么？别跑！别乱动！给我站住！都给我老实点啊！清风了。不要怕，我们跟着走就好了。谁还想逃跑？这就是你们的下场！秦姑娘，他们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？不知道，无非是看守温氏俘虏的地方。不知道阿宁在不在那边？
造孽啊！当年要不是温宗主释放了武天女，今天你也不会，你和宁公子也不会受到温氏的连累。婆婆，别说了，只要阿宁能平平安安就好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往前走，快走，跟上，起来，走，走。婆婆，婆婆，没事吧，婆婆？快点，给我起来！都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你们几个快起来！刚才那是什么？有鬼！有鬼！有鬼！有什么鬼？快点走！走！快走！给我跟上！快走！走！往上点！跟上了，快点！快点！说你了，走！跟上！快点！走！走！阿羡，阿羡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泽无君归来，赤峰尊召集众人议事，阿成正急着到处找你呢。阿羡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刚才风太大了，吹断了许多枝杈。是吗？那既然无事，我们快回去吧。阿羡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走吧，师姐。如诸位所言，温若寒二子已丧，无人率军左右夹击，现在只剩岐山孤军一支，我等率军长驱直入，势必捣毁温氏老巢。话虽如此，但各位不要掉以轻心。温若寒最大的杀手锏，非他二子，而是他手中的阴铁和他的傀儡。泽无君所言极是，温若寒之所以敢大肆血洗仙门，正是因为他有阴铁加持，他可以控制他人，操控傀儡与人对抗。这也正是今日赵大家所要商议之事，究竟如何来对付温若寒手中的阴铁？
魏兄，魏无羡。聂宗主，温若寒的那枚阴铁，货不足虑。所言何意？胭脂阴铁没有克制之物。魏公子，不如把话说清一些。泽无君，不是魏婴有意隐藏。月余之后，自有分晓。魏公子，你怎么不佩剑了？不想配而已。这个魏无羡是故意来戏耍我们的吗？阴铁怎么会有克制之物？难道是自己克制自己吗？王姬，你说魏公子为何那么有把握，能在月余之内就可以找到对付温若寒的阴铁呢？我不知。为了阴铁，折损了多少先贤前辈？恐怕魏公子是太过自信了吧？王姬，我有一事问你：夷陵监察寮众人之死，是否真的与阴铁有关？不是。兄长，他不会如此。不过夷陵之事，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了。你们赶到夷陵之时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？兄长，世上之事，是否都有定规定法？我曾以为尽毕生之力，阅尽来世所藏之书，便可通晓世间之大道。但后来才发觉，即使博览天下全书，世间也有太多的事情，我辈无法通达。事无定法，是非曲直，原也不是黑白分明的。若不能以黑白断是非，定标准，那要如何才能定一人之心？人之为人，其在于本身，非是非黑白四字能断。若是一人，也非以黑白是非可以断之，而是在于心之所向。王姬，你若是担心魏公子的话，没有。
哎呀，好好说话。说什么？你和蓝忘机就打算老死不相往来了？是蓝湛不理我，又不是我不理他。说的好像他以前很喜欢理你一样。我说江城，你以前不是不喜欢他吗？你现在怎么帮他说话？说什么呢？如今同在一个阵营，4大家族同气连枝，没必要因为一点小事闹不和。再说，之前在夷陵还是……哎，总之你也收收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剑道是正道，不可荒废。你干什么？你现在还真的挺有家主风范的啊。蓝二公子，江姑娘，来找阿羡吗？蓝二公子，我有些事想请教蓝二公子。此道损身，更损心性。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正道大同，还以剑道为尊，符咒法术只能补足，不可作为修习之法。蓝湛，你在跟我师姐说什么？微影，我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江氏之事，还请蓝二公子不要插手。阿羡，蓝二公子他是……阿羡，你怎么了？我是担心你，才问问蓝二公子来的。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？师姐，蓝湛他是不是和你说了夷陵监察寮的事？他什么都没说。蓝湛，蓝湛，你听我说。蓝湛，几个月不见，你这功夫可又长进喽。是你功夫没长进，随便呢。蓝湛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啊？当年在云深不知处，你我二人
也曾这样对坐。是大将。哦，对，是我夜犯宵戒，被你蓝二公子抓包。只可惜啊，现在没有天子秀。唉，世事变化，怎会与以前一样？蓝湛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有告诉我师姐。此道损身，损心性。我知道，但是蓝湛，我修的真的不是薛崇害的邪道，我修的是鬼道术法。鬼道术法？嗯。这就是我那3个月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悟出来的。不过，说到底啊，我还得感谢你们蓝氏的音律术呢。我这鬼道术法，习的是音律，修的是符咒，用一根竹笛控制万物。鬼道术法，靠的可是心神。靠心神遇事，如火中取栗，若稍有不慎，便会走火入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，蓝湛，我明白你的担心，但是我魏婴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有堕入魔道的一天。你信不信？肉崩。好。岐山温若寒，身为仙都，妄图吞并仙门，私炼阴铁，残害无辜，指使温煦、温潮二子及其族人作恶无数。我等族人皆遭惨祸，是以天人共愤。今日我清河聂明觉率军征讨之，攻入不夜天城，取温若寒首级，以祭逝者之灵。杀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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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！姐，我先请你在岐山等你。都说让你跟我做前锋，御剑前往岐山，先杀几个温氏恶客。
怎不随他们御剑将几声？我才不去凑江城和那花孔雀的热闹。你不是最喜欢凑热闹吗？魏兄，你们可千万要保重啊！快撤吧！再不走，咱们就要全军覆没了！快走吧！
多谢仙都。聂宗主，此次攻打不夜天城，江金二众损失惨重，皆因聂某判断失误。看来阴铁之力的确不容小觑。没错，此次我与金公子攻到岐山脚下，这些傀儡犹如不死之身，极难杀尽。就算是断肢残臂，也能攻击。如果阴铁之力真的可以取之不竭、用之不尽的话，我们如何才能攻上不夜天？是啊，就算我们有千军万马，也不能和不死之身搏命。既然正面强攻行不通，依我所见，就擒贼先擒王。聂宗主的意思是，由我独自潜入不夜天城，刺杀温若寒。他若一死，他手中的傀儡应该就会失去控制。届时，聂宗主，刺杀温若寒谈何容易？怎能让你以身犯险？可身为主帅，我又岂能坐视麾下将士白白送死？若我身死，由泽无君统领全局。聂宗主，明觉兄，我有一物相呈，请在座的各位过目。这是岐山布阵图。他们怎么搞成这样？遇到温氏这群傀儡，如果是被剑杀死还好，如果不小心碰到他们血色裂纹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变成一样。看来这岐山三镇将阴铁之力扩大了不少。怎么样，蓝湛？是无法医治，需3月以上不断注入灵力。魏公子，魏公子，怎么了？你快去看看吧，江姑娘她……师姐，师姐，安心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哭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哪个混蛋又欺负你了？安心，我没事，我们走吧。走啊，走吧。魏公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魏公子，不是你想……你就说你知道的。你说吧。
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反倒像是我们金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你，魏公子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江姑娘随军出征以来，一边医治伤员，一边帮忙忙活众人的伙食。每天，江姑娘都会再多煮3碗汤，这其中2碗，自然是给2位弟弟，魏公子您还有江公子。这第3碗，便是给我家公子的。胡说，明明是阿渊。公子不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是江姑娘不好意思亲自送给公子，这才拜托的阿渊。江姑娘一开始找的是我，可我觉得这样不好，便转交给了阿渊，只让他偷偷的放入公子帐中便好。谁知道，公子，你不要怪江姑娘。可是阿渊他明明跟我说，他是不是满脸羞涩，含糊不清的否认啊？绵绵，你接着说。江姑娘今天来送汤的时候，和我们家公子撞了个正着。我们家公子估计以为江姑娘效仿阿渊，于是便提醒江姑娘，要江姑娘。金公子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江姑娘，既然我们已经解除了婚约，你又何必如此？你以为我是因为婚约？我将江姑娘送到清河，便是完成了任务。你又何必追到战场来受这份苦？我不是跟来的，我是，这是我交给阿渊的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江姑娘，我奉劝你，不要以为自己出身世家，就可以随便盗窃和践踏别人的心意。有的人即使出身卑微，品行也比前者高尚，请你自重。自重？金子轩，你凭什么让我师姐自重？魏公子，其实我家公子什么都没做，这是个误会。对啊，魏公子，这是误会啊！对，您消消气，这是误会，您消消气吧。误会。魏公子，魏云，冷静。西尘，这岐山布阵图涉及阴铁布阵，如此机密，此图你从何处而来？岐山温室虽如铁桶一般，但也绝非水泼不进。此布阵图耗时数月，所以即便有些许的差错，想必也在毫厘之间。绘图之人身份，待我容后再禀。但这布阵图我已观察数日，
确勿疏漏，否则我也不敢直接交予你。话说回来，你还不曾告诉我，这云参被烧以后，你究竟去向何处，被何人所救啊？明觉兄果然心思缜密啊！如此说来，送图之人跟救你之人果然是一个人，并非是我不想告知于你，只是现在大事未了，此人身份隐蔽，如果不经过他的许可，我着实不敢透露他的身份，所以还请明觉兄切勿责怪。哎，知恩重诺，我又怎会责怪你？既如此，我信你便是。哎，不过这岐山布阵的确精密，那温贼将3枚阴铁置于3处作为阵眼。由此看来，此行不光我生死难料，就连你们也……射日之争本就是背水一战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都已无退路了。不错，既如此，你我2人携手，不论此行我是否杀得那温贼，7日后咱们发起总攻，杀上不夜天。兄长，泽无惧，江公子，魏公子，王姬，我们在回程途中遭遇到了温若寒的傀儡，现在应该在我们后方的左右两侧，想必马上就要追上了。我们后方亦是。现在两军后方都有追兵，看来如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。不夜天。只怕这3对傀儡，不是想要杀我们，而是想要把我们赶进不夜天城。温若寒故意引我们前去，明觉兄又杳无音信。如今7日之期未到，我们这样贸然攻上岐山，怕是会坏聂宗主的大计。我们现在前有狼，后有虎，只怕引入瓮中，进不进不夜天城，已经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了。既如此，我们在此休整片刻，杀入不夜天。邹无惧，这岐山布阵图究竟是何人所赠？旧友相赠。哦。兄长，忘记，你也不用向我探明此人的身份。这个人是友，非敌。即便今日是他引我们进入不夜天，想必也定有他的道理。